在以哈战争当中，日本有第二届撤侨，其中有一个是咱的台湾人。外交部表示讲，这是日本驻以色列大使馆主动向台湾的自治致接，才当牵成这件代志，向日本表示感谢。目前台湾还有138名侨民和家眷还留在当地，咱的政府也透过国际慈善组织提供巴勒斯坦人道救援。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火搁再加强，日本政府决定第二届撤侨，安排自卫队的运输机去以色列载送。第40来星期内底，佫包含一个台湾人。我国驻以色列代表处与理念相近国家在当地的使馆向来有密切的联系。日本政府愿意提供若干机位与我国侨民搭乘。经我国驻以色列代表处联系，共有1名国人及其眷属共4人登记搭乘。外交部对日本政府优待情分表达诚恳的感谢。这班专机一定伫日本时间初3暗时到东京，不过有台湾人选择留伫以色列。看不出来这里有战争的气氛啊，因为就是以色列人必须学会如何跟战争相处。甲红彩带伫以色列耶路撒冷台湾部落客约阿咪翕到市中心的记录，居民正常生活买物件。约阿咪讲，当地算真平安稳定。根据咱自处的统计，目前也伫以色列的侨民甲亲族有138人。外交部长吴钊燮初日证实，极战区正啥有一个台湾籍的医生已经安全撤离到埃及，即区无台湾侨民啊。当时咱方计划透过 NGO 团体国际慈善组织，提供巴勒斯坦人道援助。关心在当地难民的这一个人道救援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会跟世界上的国家继续来努力。那我们希望这一个战争能够早日结束，和平早日到来。陈建仁表示，台湾正关心以色列跟哈马斯冲突的局势发展，会甲友好以及理念晚近的国家保持联络。外交部嘛说明，会用适当的管道提供受战争影响的民众民生医疗物资，也有补给品质的援助。记者综合报道。